命者生活性，我毋则讲总标题就是生活生命来交关，嘛是华语咧讲关键时刻，很关键的生死交关，有无？两个意思。我的诗是生活、生命这15首都是生死交关的讨海捕鱼的危险行业，辛苦的行业，所以叫为了生活、生命、生死交关。感谢在座知音来宾来收听，感谢台港文化促进会，予我60分钟。我将一世人的感情，用诗的声音来读来评。亲像咱讲古早人啊，咧烧酒，面对面。唔知影要心情对一个无要紧，情上水，因为有你相随。来，家话莫讲，我就来开始。爱差10秒钟，我唔知即个场是安那啦吼，唔知拢小朋友，较要读的其实是。互大人啊，囡仔应该99%听无啦。大人当然就有咧写台语诗，上少有咧读古早的歌册、报歌、七字啊。我念的这比迄个较困难，因为这是现代诗，拢有翻做英文的现代诗、新诗啊。咱知影现代诗拢华语的，唔知影台语会当写做现代诗，唔是古早的七字啊、报歌讲，报歌就是迄个比如讲，甲阮啊，我甲你啊，甲阮约伫甘蔗沟，这下做伙。甲阮约伫甘蔗沟，这下拍甲做河头，三人夭寿甲阮头，害阮一人软一跤。这就是七字啊，古早的报歌。来，家话莫讲，我恁手中摕的这现代诗，声音啊真好。我拢无解说哈，我读一首，在场任何人，我读的台语，爸母的喙齿写的诗，伊的音，伊的字，有啥问题，还是我读的这，恁有任何问题，我读一首，在座就举手，最后我差不多用。包括恁的题目30几分钟，最后我会留20几分钟现场征求恁起来上台念，当然要念的内容拢伫这本内底，恁即阵会当先看。来，我无解说哦，我念出一个就过哦。恁有问题举手，无人举手，我就继续念第2首。时间宝贵，差不多一首差不多3分钟，10首就30分钟。来，编起来，这个诗拢是台港内海海权的活动，海权的经济活动。所以标题我念2届，恁知影是啥？我拢唔免解说，拢无解说啊！有问题恁举手。第1首，看什么鱼，树木的图，
线带你念读，看煞白鱼树木的图。细汉迄时阵，还未天光，坐蹛鱼阮仔边，看人咧牵煞白鱼，拄开始鱼仔跳悬跳低，金银色的鱼篮闪烁闪烁。规尾拿烟火对水面射去射落，搁来鱼鳞啊，牵过阮仔头一半，煞白鱼煞规定起飞。这时日头照着一片金银色，一直对半空中射落来。袂输雷公死那煞袂停，对着鱼鳞啊，规片下过阮仔水面，煞白鱼亲像落大雨，愈来愈粗，一片东高高。伫60年代透早，台湾西海岸的天边，定的云咧画图，画互人思慕的煞白鱼图线。小朋友，煞白鱼你们知道什么东东吗？不知道啊，连煞白鱼煞白鱼图咧，戆啊兼糜就是煞白鱼。有问题请举手开始，无就读第2首。任何问题有关台语的创作，俺感谢在座的媒体记者、知名嘉宾来收听。这导览达人黄玉成老师。真侪台港文化促进会李锦旭教授，真侪先辈上出名。我咧学写台语，就是伊甲我教练写字台语啦，人讲有音无字啦。即阵有教育部出版的教典对幼稚园到高中。国小到高中拢必修就是郭佩玲、柯国龙老师，现代诗应该出名。有问题无？我读第2首，我就会请求在座的大朋友，看恁了解什么意思吧。第2首就是牵歌，圆圆的窗口，线台语念读，牵歌圆圆的窗口，牵歌爱有一片大海，不是乌水沟，爱有海沙坡。慢慢15度，厝落去相爱的海底厝，鱼虾水出烧人的门床边，两只大白载着大龙大蠓出海，爱用大机枪慢靠。袂使交青海底的面梦，海影自然会爬起来白仔顶。大尾细尾鱼仔看到身线跳上白面，亲像庄脚囡仔，规定跳上牛车，汉子一零对咧行。囡仔拢欢喜甲像海鱼开始放大铃，为心情。大铃
接中陵啊，接小目网啊，两只大牌分头放落大网、小网，放伫海水会直直去下水深，会啉伫下面网边。这时阵，沙坡顶开始过大雪。游大陵，游网格上花，亲像咧摇细汉囡仔的摇歌，有够轻手，有够慢，慢慢啊咧牵歌，牵伫台湾大海波，圆圆的汤裤，来。在场这几大朋友，无看过牵歌的举手，我看几个人无看过咧牵歌，恁拢有看过人咧牵歌？牵沙巴啦小 case 伫温啊内底鱼温啊，牵歌是伫台湾外海。内海嘛，无人咧牵歌，无够大片。台江大台江啊，大海、内海，迄嘛无够大片通牵歌。牵歌差不多爱上少爱有五六十个人，一边差不多26个牵歌。牵歌就是人用牌啊，将只网啊载出去离海岸，差不多1-2千公尺的大海，啊围起来，对大海围起来，啊载落的时阵有两个锁仔头相距差不多100几公尺，U 字形的围伫大海。啊，背两头背起来，背了到尾两边的人相距100-200公尺，到尾啊愈背，到上尾人两边的人揽做伙，安尼牵歌，即阵宜兰啊，东啊宜兰咧观光化的牵歌，迄个安有一啊。这是甲魏德胜共出名，阮台江的魏德胜，就是伊陈有志。艺术家都是天赋异禀，怪人的对啦。像柯博龙写诗，嘛是艺术家，这拢怪人，若毋是爱有足突出的奇怪的思想理念甲感情，无法度做艺术家啦。你若是学术啦，像一般人啊，爽的个社会化的价值观啦，世俗的价值观，袂当做艺术家啦。因为你的想法，甲一般的人拢是相共啊。艺术家就是金字塔上顶悬迄点。找过几个人来，这一首诗袂使耽误超过3分钟。来念一首，这就是我伫台江内海，台湾大员港看到红树林保护协会迄阵总干事李进添。啊嘛看伊咧拍手棒，嘛现在看李文静市议员咧拍手棒，但是我是看到添啊咧拍，伫大日头伫台江内海四草桥遐咧拍手棒，我现场伫头壳内就写这首诗，入来迄日我就写成这首诗，足有纪念的意思。拍手棒。拍手棒，拍伫春夏秋冬，云伞带你四两头，
下秋梦，拍伫春夏秋冬。梦拍上天，差一点仔就甲云救入来。海日头带一条，目睭捻一个捻一个，斟酌看下面迄个讨海人，徛伫大江亲像一尾大海翁，飞出水面，拢甲海影，拍上空中。拢食风，无小心梦着云，煞互伊对一空一空的岁月芳走去。历史若是甲青门大雨入来大江地心宫的战船，若是甲西队遮过来，你。拢甲梦起来，无要紧，无啥物性命，无面望，无啥物面望会等到天光。你毋免无暝无日，一竿梦，一世人拍伫春夏秋冬。继续，华语插广告，全世界、全台湾、全中国3000年，就是无人写这个主题的诗啦。因为因拢用华语、用华文，按所讲的北京语，甚至有老师讲毋对，讲这是国语。因拢用国语写的诗，对曲言到李白到即阵，无可能因有写即个主题的诗，因为因无看到台湾讨海人咧放吊簪，你蒙打尽吊簪。一网打尽，若是天落，干那日头掠会着光线，安怎软转？走来走去，满是你，缀伫手中心，手头无放，毋知影，担头又外重。日子搁换了长，若是地网干搭月娘掠会着流水，安怎去了撞东撞西？满是伫你的手内指，脚无伸落去，毋知影情海有偌深。江湖牵起偌远，你是吊簪，体伫台江，毋是长工。袂当像北京话讲举足轻重，毋过也袂收骹洗手，迄个水樽上惊你老大的。甲老迄落声，一网打尽。吊簪有看过人举手？吊簪，哦，吊簪，别爱甲写作诗。恁看我比哦，吊簪，一个网仔，一个吊簪。差不多对遮到迄边条仔遐，即个网仔
锥好像是锥形的，倒锥形的。吊簪这大的网啊，伫海面起哩，爱差不多10公尺，一个人操作，安尼台湾人有聪明无？一个阿伯啊，就会当操作一领网啊，像天花板这大，啊扭，杠杆原理，安尼扭起伫半空中，甲放了，因为扭起伫半空中，他知影为放而水底，三角形、菱形的伫水底，经过3、4点钟，一个人。较搁杠杆原理收网啊，收伫半空中，看有鱼虾水出无？遮的放而水底，遮的鱼虾水出，拢伫吊簪内底。安尼台湾讨海人，真正互人甘心感动。啉台湾水，食台湾米，无看到遮的水、遮的米，是阿伯阿姆老官、老岁老官所修成的。无看到，无看过咧牵鼓、咧掠、咧拍手人、咧掠吊簪、咧蚵仔、咧赶蚵仔。60%的做蚵仔，一世人拢爱脊椎骨都要开刀啊！然后没多久，我的同班同学嘛是过身，用啊那路的，因为一世人放蚵仔、饲蚵仔、揪蚵仔，脊椎骨都变形。来，探经了啊，探经了啊！探光了，啊，遮侪物件你拢无看过，拢伫大园港、盐水溪出海口，遮的物件拢有，是真正咧生活讨三顿的道具哦。所以好，因为恁无看过，我念人遮搁较有瑕疵，来，请讲。咱伫咧温啊，咱做温啊，用个起条啊，下底啊怎做到的？有人放伫温啊，来安心欢迎。拄则咧讲诶，我咧念迄个7字啊，台湾啊，讲台湾，无人知影，就爱讲全世界诶。半导体制造的王国啊，叫做台湾。台湾白话书诗，台湾白话，按白话的话叫做白话书诗历史的诗。台湾白话书诗大师，从你们渔夫鼓掌拍扑啊就吹了。但是台湾白话书诗的作者，这本册《台湾白话史诗》是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隆重出版的，一本差不多，上少差不多一本啊，一本册哦，差不多无2公斤啊，有1公斤啊，等下就要送互一个起来遮念诗的人啊，感谢伊来捧场。来，探定了啊，探定了啊，原则上就是迄个拢伫大江内海啊，即阵原啊有人放伫渔温啊，伫四侧你有看到野艇咧食物件，伊放一粒。伊放一个探金料啊，啊伊个探金料啊，从放到牌仔顶，牌仔顶，
啊，但是七股就足济啊，七股就足济趁钱了啊，男人民宿，男人哦，大叶男人那个男人，大叶男人的树啊，伊就是用趁钱了啊做民宿。来，加话莫讲，趁钱了啊，原来互恁会感动的第二诗，趁钱了啊。鸡也会使啦，啊，但是直接袂使读鸡啦，三更半暝嘛，三更半夜，三更半夜，三更半夜，鸡三更半暝，趁钱了啊，因这经典的经，有要紧，安那读拢好，趁钱了啊。趁啥？趁钱了啊！趁啥？三更鸟啊，春秋望枕头，望无老的，望家己的腹肚，大肚，满目对伊落海去。自从嫁来遮到即阵，厝人较输一间趁钱了啊！浮伫水面，流过身躯边，无衫目屎，拢海影。海影会卷起来沙坡顶，留下伊的面床。铺伫顶面，离水无偌远，不时甲某枕头拢重重，娘啊染咧重重无细字线，互伊对心肝头骨落，月娘微眉对咧。有骨头，伫江面一个影，顶咧浮咧，不时探头，探对探见了啊，顶悬大声喊：老诶，你有心啊，半暝搁来遮探啥？多谢罗兰跳舞，若毋是海洋人，恁有人毋捌看过跳舞，非常，我毋知要哪讲感动啊！迄大海跳了，毋是像一楼两楼遮深嘞，毋知影偌深，所以爱写跳舞是安那要去跳海跳舞，跳舞的人，恁拢食过乌鱼子，干那跳舞咧掠乌鱼的人。知影滋味，毋知影乌鱼子的滋味，一杯乌鱼子100-200块，要互跳舞的人食，安尼食袂落来。每一杯乌鱼子拢毋是留咧家己食，爱卖钱做3顿。跳舞毋知影滋味，恁敢有看过？北方若去行半暝，海面像关山，海影像树林，乌鱼若碰起，飞出飞入若射箭，远远看去，万箭千像咧甲月娘。
穿衫。讨海人伫海底跳悬跳低，颠倒将伊烫衫，讲是大乌寒，月掠乌金。即阵是冬节，外海咧跳乌，庄内大路像普渡。金光长长滚，乌鱼煮米粉。来，乌鱼安怎料理较好势？我看色水用杯自刷，芳开用烘的，煮米咧，日头拍过月娘，煎过那是搁走味，敢是海水伤苦？也是阮讨海人的喙齿，互日子想甲咸独独。跳舞毋知影乌鱼子的滋味。这个了啊！要换恁来读啊！掠满仔，我看恁就拢捌看过啦。伫四车大桥，我渔光岛遐，阁有人咧掠满仔。掠满仔，嘛是乌金。掠满仔，海底梦江。掠满仔，海底梦江。天气遮尔啊寒，讨海人的目睭黏黏伫西海岸，亲像邮票搭伫限时批，对东济寄出去，开心袅袅啊看，看到酸共目眶坚冻，接等着北风。酸酸的大乌寒，下入大江内海的半暝，开始掠满仔。江面下下沉沉，天青济济，带海影迎面。连面啊悬，连面啊低，讨海人冰来冰去，拆开海影。找到限时批内底，是毋是有乌金寄来？望到一丝一丝，一支一支，插伫大海心肝底的针，敢是5万的满载？后人讲叫做笑满仔啦，这是单人操作。啊，若掠满仔是爱像掠鱼仔，一个团体围大网啊，迄个网啊足细捌，比针搁较细捌，安尼满仔慢鱼苗才不会钻过。全世界上爱食台湾的满。鳗鱼就是日本人啊，这阵有人工养殖啊，但是你爱有鳗鱼苗啊。来，不管读几首啊，这首读的卖读啊，来开讲。读这首应该原来会感动，佮笑开啦，叫做下狗啊，甲青面瓜野苦。野苦仔和青面瓜，这首原来会足感动，就ending结束。下狗啊，甲青面瓜，黄线第二诗两拍，
的狗啊，甲青梅歌。听讲青梅歌正当过身，的狗啊对心肝，比人用哭的较大声。阮捌甲的狗啊讲话，伊比正港的手语我看无，黑白甲比伊拢摇头，带土山画一只龟。阮着将伊的龟尾拆掉，伊去笑，随画一罐米酒。我俩准要定比，尾后才知影，下狗仔是讲我爱请伊啉烧酒，补习手语，一种话啦，一种台湾话啦，涂骹画来画去，满会忍日，青梅歌。下气温啊，4箍练转，牵绳啊，毋是要互伊忘咧行路，是互伊忘绳啊，游得白啊，水面射一面好饲鱼啊。人讲歌的形空足内，毋是靠记忆。拢望风的声咧行，一竿着随竿杀目鱼去深窟过冬，吹南风，搁甲放出来千坪大尾。人讲钱拢要缀青梅歌做伙。迄一日，我入去庄仔内，伊问我，敢是某某人的囝？我离开40几冬啊，你安怎会忍日？伊讲，听声嘛知影，啥人的囝？说，安来后壁足济，无念，安来请天上的人念。咱来请迄个讲标题，因为恁看到知影敢掠手，毋敢掠手，也是爱恁爱要读这首无？咱先来念这首上重的。有啥物人要读尾仔第2首？变做春梦。这首有真济拢押韵，足深刻、足诙谐、足笑诙的台语、台湾话，爸母的喙子所讲的话，按甲写做现代诗，变做春梦。请举手，啥物人要来读这首？啥物人要来读？来，读看卖。看卖，这首足深刻。起来吃，起来吃啦，起来吃啦。差无几秒钟。伊咧行路，我解说一下。这首互清代的教授2个人，个清代迄阵做教授的施正中，必定评论这首。
讲这首是足好的教育的诗，请念报你的大名大姓。大家好，我本来是从事台语文工课的工作者林婉竹，啊，阮厝边，叫阮老师，若念着，请大家到支援者，来，变做春梦，你是咧变草桥啊？互人倒咧新闻，是要做提议，互人跳脚看云，是要变人神，互人找过拜年，是做啥互人活去假烧金，这是咱西海岸大海无微无杂。你敢会当想变一个梦？互月娘唱会入来门窗，互日头照会着火红，互阮看会着四大人半暝眠梦，亲像你咧微微啊笑，安尼着足神圣。阮毋知。你病啊！你病啊！你病啊！这么好所以裂变，是安怎你的性地这么歹拗巧裂变？我毋知你啊开花死去，树根搁会宣传吐意，是安怎歹得出？好顺，子孙颠倒，愈行愈远，无法度团圆。若是知影，出事莫做家，大汉莫出嫁，细汉莫牵牛食老母，免烦恼残横爬远。互风下一尾，互高面底互高面底陪。阮若受得先受目，破病先破心，变做春梦。嘛是老的你一人，好厉害的真正，我连就是蓝美珍，迄个戏啊，做成蓝美珍吼，蓝美珍老师的诗人，你真正拿小金，蓝淑珍拿小金对，你到底做干咩呢？阮老师。我上真正无简单啦！伊随看到就会当随念，当啊毋着一字尔。够赞，赞！加码。颁奖互伊，好，等下渔夫会起来了。这本册叮当，台湾地位舒适，谢谢。迄无要紧，阮毋知得病啊，这面啊好所以裂变，是安怎你的性地遐人啊歹拗巧掠直？这是男女对唱。另外你毋对，我毋是咧讲这，是咧讲出事莫做假，大汉莫出嫁，细汉莫牵牛，食老毋免烦恼参与下远。来，这首就是征求一个人。
这首嘛足新鲜的，这首我卖念我伫遮江山在等你，江山在等你。倒数第5章至第6章，有听到无？真长的一首，江山在等你。啊，我当啊念上尾啊迄段 P.S. 遐写，这首诗第二音啦。乙跟你押韵，一韵到底。你念着爱伫第一抓念到尾拢押韵，甚至所谓恁讲的国语、台语都押韵哦。我等下解说一下，这首诗乙跟你合韵一韵到底，送是我咧写的时阵是送予。七字啊大师，台湾白话史诗作者陆李蒙奇夫蔡其人先生，伊带一个美女去我四册台江团四草台江版看我，伊转去这首诗我就写好啊。这首诗向阳啊，诗人向阳评价完啊介悬，毋是伊的评价。真好，不是因为押韵，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都押韵哦，绝大部分都押韵啦，没有每一个字啊。我是讲韵卡啦，最后一个音啦。来，请李锦熙好啦，安尼较紧开啦，请李锦熙教授、李教授上来读这首。各位乡亲时代哈，少年朋友大家好哈，我是李金玉是咱阿南区东区了的人哈，今仔真荣幸咱黄煞前辈指定我起来学啦学诗啦哈，因为我平时是讲华语国语啦，以后咧教册安尼嘛即马来练习看卖，若对个所在大家知道哈。江山在等你，江山在等你，黄煞作诗，看鸟爱用香，欣赏花蕊爱用香，春天思念伊，中秋开始来分离，月亮渐渐无香也无片。亲像红叶落落去，地面无什么香味，手机白回忆，比人伊爱用相思落去想，用等待甲伊定，等过年食点仔粿，白香甜。这个年纪，看花变积极，种子验花心在铺枝，风景伫江山在等你，写诗送予伊，永远会记得。请七字啊大师吟读来吟唱伊的七字啊的诗，已经背起来、背起来，拢总有200200首，2000首哦，伊念一首互恁听。社员来参加这场的盛会，用叫做黄煞先生的这个调，就要分享，所以伊头拄仔甲我介绍的，我袂使漏过，我是来先念七字啊，伊讲七字啊开始，虎蛇之歌，迄是毋是七字啊？迄是台南的市歌，迄慢慢我的这个
我的诗集内底有所记。我要念这条七字啊，是两岸情雪分明。这个写作的背景是我参清代中文的教授徐炳华教授甲黄正莲三个带去访问对话，就是这个厦门大学的周长吉教授。周长吉教授伊带阮沿路去看到原乡，我去看到迄个咱的石狮甲即个九龙岗迄只的即个民俗，我参咱台湾完全相像，所以我想起300年前咱先民渡过乌水沟，过来台湾拍拼，所以伫厦门大学的时候有发表一条两岸情雪分明。虽然阮今仔日即个生活较好，但是这是阮拍拼来的。安尼，我就以下来念即个两岸情雪明。台湾囡仔倒长山，亲像恁厦门倒东湾，慢慢起停毋惊换，爬上飞机就到岸。想起古早300年前渡台的心肝，海风阵阵寒，破油破裤更规寒，歹家己啊地碗盘，不做红衣啊包被单。伫海上一枚镜子看搁看，若是拍去要安怎？阮这是过来台湾一家下饭碗，老祖公真艰苦。竹木仔骹做便所，前前前后拢铺路，过沟过桥铺着高，西北风落遮粗，只有一条裤补搁补，老祖公真艰苦，七寸无去免了过。今仔日周教授陪阮踏着原乡土，两岸互相爱照照。以上所做，我有诶，可能伫我诶册内底较完整诶。我即摆食老啊，有创袂记一个，这是我七字啊，伫花椒日报有刊着两岸情雪明。谢谢。我来念一首，我本身是做建筑诶，所以我才会来爱这个台语。我太来放弃我的本行，建筑公司。这个是我到50岁的时候，我有想起讲趁钱，我通有所性命就爱过，所以我讲我爱来替问山庄，所以我伫这个1997年，伫这个温哥华，我的厝我住一栋。迄当他我看到我的故乡，所以我一首诗的背景是外国写，所以我有一首诗叫做《故乡》。你若无故乡，你若无出外，你是永远都无故乡。故乡是出外人的故乡。那亲像讲，阮大兄就是土城咧做阮啊，伊头有一个故乡的，所以。无出外就是无故乡，所以伫迄个1997年，迄当他我看到我的故乡，我一当伫海外，所以我来这首《替问山庄》，我来以现代诗的表现安尼。最后这首离开都市，来到田庄，月娘探头烧酒。你敢食暗饭？火金古路头烧灯，你摇摇摆摆有够远。夜堂叫阮一车长，露水冷冷，等着浪子的心肠。替问山庄，离开都市来到田庄，山边的日头拄拄要起床，一点微微啊光。
天顶的寒星歹势，甲阮问你遮早就出门，路边的野花枝头甲风霜，守护门啊，古龙做事啊，伊开高处来到参政，草坡青青做门前，白云亮日光，天边的彩虹遐尼亮，一阵高鸟飞出门，为什么伊要体阮山珍？因为上从争权夺利，上有公主的心肠啊，只有我体阮山珍，谢谢。好，最后阮唱2分钟，互我读我迄个故乡的田，这是改编的吼，就是我伫温哥华看到培仁机场边仔有阮啊，看到遮一个迄个培仁寺。所以我看到培仁寺山，想起阮土城故乡温仔的培仁寺，所以培仁寺脚长长，想要小姐问，你会当飞偌远？你敢会当飞过我台湾故乡的田？有车路高长长，你圆圆歪歪会当行偌？你敢会当行过我？8月15，月光光照着他们。月娘啊，你会当照啊？你敢会当照过我台湾故乡土城的田？谢谢。会当带互恁足快乐的气氛，因为有恁相随，府城上水，台湾上优美。一般五柳枝，就有够青草。五花杂色，上解兄目。亲像海影，牵来牵去，甲沙坡顶欠芳。安尼上着美。